家好，我是冲啊。看一个日记就知影，今仔日我要来介绍父亲节。伫台湾，父亲节是定咧8月8号，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取中文爸甲爸的谐音。但是安尼毋捌中文的人，毋是就无法度过8月8号的父亲节啦。其实全世界有足侪国家拢有庆祝父亲节，但是大部分拢毋是伫8月8号。上侪国家定的父亲节是伫6月第3个礼拜。这个讲法是为美国来的，伫1910年时第一摆庆祝。迄个时阵有一位杜女士，自细汉是由父亲饲大汉的，所以伊就希望会当有一个甲母亲节同款的日子来荣耀父亲。伊本来想要举办伫6月5号，就是伊的父亲的生日，但是因为迄个时阵时间伤赶，所以就变做6月第3个礼拜庆祝。最终伫1972年正式成为美国的国定纪念日。除了8月8号甲6月第3个礼拜以外，其实还有足侪其他国家定的无同日期，大家若是有兴趣嘛会当去找资料哦。不管安怎，父亲的确伫家庭中占一个重要的角色。若是平常时毋知影安怎表达，安尼就趁这个机会好好感谢家己的阿爸，也是亲像阿爸的人，嘛祝全天下的阿爸父亲节快乐哦！今仔日就介绍到这，若是有啥物建议，也是有毋对的所在爱改正，欢迎伫下骹留言甲我讲。若是介意这个影片，会当是介意甲分享；若是想要看一道影片，会当订这个频道哦。多谢大家。